依然之声，少年人的闲言广播电台。2004年，一名22岁少女去拄到星探之龙，高单游玩下落不明。这名少女号做朱容，伊甲伊姊妹伴，迄当阵是对泰国观光转来。约好讲下晡4点，伫一个号做小佩查某囡仔的店内底，讲要甲相片分互大家。结果要4点的时阵，朱容敲一通电话互小佩，讲伊雄雄要去找朋友办代志，叫伊甲其他姊妹伴小等一下。结果一等，手机就开始无人接。等到暗时8点，朱容才来回电话。毋过姊妹伴感觉电话迄边的朱容，敢若心智无啥清楚，安尼胡言乱语，讲话啊嘛安尼有气无力。问伊伫倒位，伊讲毋知影。问伊敢是去互人落药啊？伊讲对。毋过是啥人甲落药啊？伊嘛讲袂清楚。就伫大家拢足紧张的时阵，一个查甫甲朱容的手机啊接过，讲伊啊看到朱容咧路边啉酒醉。吐甲真艰苦，伊就好心驶车甲载。这个讲法实在真奇怪。约好要见面的朱容，哪会雄雄走去啉酒醉咧？毋过为着朱容的安全，小佩甲另外2位姊妹仔伴，就甲这个驶车的查甫啊讲无咱就约伫咧台北车头百货公司迄边见面。毋过一直等，就是等无这个查甫驶轿车。伊甚至讲阁要换地点。小佩因3人听有伊的意思，要讲这个查甫一定是甲朱容安怎样啊，才毋敢直接露面。小佩嘛是真有胆识的人，伊就甲迄个查甫讲无要紧，伊就看要甲朱容等伫倒位路边，阮会去甲接，阮嘛袂报警察，嘛袂计较你有做啥物代志。毋过对方还是拢无要答应。尾就无要接电话啊！小佩因就赶紧去报警。毋过因走3间警察局甲派出所，竟然讲拢无人要受理。因为朱容伊失踪也未超过24小时，小佩因3个嘛毋是朱容的亲属，按规定确实是无法度受理。规定讲，确定已经失踪24小时啊！朱容的阿兄就去找这个刑事警察报案，刑事局呢就甲朱容的通联记录，有中山捷运附近的这个监视画面拢甲调出来。结果呢，就伫天厨饭店外口顶仔骹看到朱容，伊穿一领乌衫甲乌裤，边仔咧徛一个穿白衫挂目镜的查甫，两个人敢若伫遐开讲。尾朱容就对这个查甫行出镜头，这就是朱容留落来最后的画面。专案小组呢就开始比对这个查甫的身份，正拄好咧信义区有一个女性来报案，伊讲伊去拄到一个电视台的经纪人，一个查甫的，訛落讲这个查甫真有做明星的本钱，讲要带伊去拍这个广告，佮请伊啉饮料。结果饮料因啉到到底，规人就安尼昏昏吞吞。醒来的时阵呢，去用搭伫山区，规身躯拢着伤，下骹佫感觉疼疼，铁卡齿去互侵犯。无偌久，佫有一名女学生来报案，伊是伫咧中山区南京西路的百货公司，原去互落药侮辱。专案小组呢，佮这受害者请来讲指认这个监视器的画面。果不其然啦，最后甲朱容讲话，迄个穿白衫的查甫，甲这指认的呢，就同一个人啦，就是落药迄个假星探。这个假星探伊其实就是41岁的胡永强，伊早就有前科啊。伫15岁读军校的时阵，伊就犯了头一桩这个性侵的案件。向判10档，关8档。出狱了后，伫1986年到88年，
这中间啊，差不多半个月，伊就会犯一届用查某人这个侮辱的事件。啊，因为迄时阵伊都咧西门町咧找对象，所以啊，迄当阵大家拢讲西门町有一个西门之龙，听到拢足惊吓的。啊嘛是迄个时阵开始，伊就惯势讲先甲这被害者先落药啊，甲卖干，尾啊呢等伫山区。听讲啊，上细汉的受害者才11岁尔呢。啊，伊第二届是要去判刑16冬，毋过嘛是关8冬就假释，安尼关放放。伊身躯顶啊判的案件上无嘛有30件，啊罪证较明确的有17件。即摆呢，这个警察确定讲朱荣的失踪甲伊绝对有关系，就根据这手机的信号掌握到何永强的行踪。原来伊即届假释出来了后，甲这个被害者拢带到三溪这个浅水湾的别庄，了后呢，甲被害者等伫边仔的山区。啊，警察接到这个信号，就溜来这个三溪。毋过，这个何永强伊的警觉性是真悬，伊早就先绕跑啊。啊，别庄内底敢若找到一寡查某的身份证，佮有人讲的这个强奸药丸 FN2。就伫朱荣失踪的25天，警察伫新店安德街抓到何永强。伊虽然有承认讲，伊开始就是骗朱荣讲要找伊拍这个饮料的广告，啊偷落药啊，就亲像伊较早做过迄款代志共款。毋过专案小组比对朱荣手机啊上尾发出的信号，是伫新店中安大桥附近。就毋是何永强讲的新店捷运。啊，问伊讲朱荣到底叫伊等伫倒位，伊拢无爱讲老实话。警察只好先甲伊关伫咧刑事局的拘留所。想袂到，伊竟然甲家己的内裤拆做一条一条的布锁啊，来畏罪掉头自杀。线索就安尼断去，警察只好呢动员大批人力。伫新店山区安尼四界走找，啊，朱荣的阿兄嘛是无放弃，四界安尼挂海报啦、发广告，希望会当找到小妹。这20年来，听讲啊，什么关落音啊、看蒙云，伊拢试过啊，就是无结果。即马翻头过来看这个案件，其实咱的司法制度有足侪需要改进的所在。亲像假释的条件啦、罪犯的心理辅导、警察受理案件的标准，那准讲爱互民众对司法有信心，一寡应该改进的代志，就应该赶紧来做。听众朋友，你若是有人知影朱荣伫倒位，请赶紧留话互咱。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疑案之声少年人的嫌疑广告电台。恁拄则呢听到这个朱荣或者星探之龙的案件一个少女想要，咱讲就是有一个机会啦看会当拍广告啦会当有一个无共款的生活人生会当过来开始，结果呢？就去拄到这个星探之龙甲伊的性命甲杀死，是讲到底是真正甲杀死无杀死是毋知啦，因为即摆就是失踪来做一个暂时的这个状况，这个状态。啊，今日呢，请来的这个来宾其实伊甲这个朱荣要做的这个工课是，原来有淡薄仔关系。无，我无台人。欢迎 CL。哎，大家好，我是 CL。毋是讲你台人啦，是讲你捌做过 model 对无？嘿，是我即马是经纪人。就是其实拢是算共一个业界来对无？对。就是讲，毋过你即摆经纪人，毋是咱普通迄种明星的经纪人。嘛是有啦，我有拍一般的广告啊、电影啊。是安怎讲一般咧？你是无一般是有啊，无一般。因为无一般的迄款，就是互大人看的迄种啊，衫拢褪光光啊，囡仔人莫爱看啊。较正式，较
是大人会讲泰哥的片。是大人讲泰哥家己嘛就爱看啊，就是 AV 啦，对无？嘿对，就拍 AV 迄款啊，吼经纪人啊，你即马手头有偌济迄个名星啊，你艺人的名单呢？有在配合的差不多6、7个。哦，6、7个，啊嘛真济呢，因为因若是活动时，你嘛对伊酷酷说安尼。是啊，但是因为台湾的演员做活动的较少啦，日本的演员来台湾做活动的较侪，啊，我做较侪就是日本的演员来甲台湾做遮个活动。啊，若你看这自用这个案件吼，亲像即马嘛共款啦，就这个莫讲少女啦吼，少年家啊啦吼，少年人啦，看到这个演艺界吼，敢若去演艺界趁钱是一个真好的代志啊，也是讲这个生活吼，因有兴趣要来，那这个时阵，你有啥物建议要互因无？建议哦，对，先照镜。先照镜，先看卖家己生了啥款，对啊，阮都不管是拢会拄着啊，有诶人都生了都足普通诶，但是伊都感觉家己足水诶，足缘投诶，啊若无就是阮拍 A 片吼，都有一寡查甫诶，都想讲，哦，我都人缘投烂照个大机，无啦，无你想诶遮好啦，嘿，对啊，先照镜，啊，第二项代志咧，就是你有啥物特殊诶。在嘅能力，亲像你上就要演戏诶，就要唱歌诶，就要讲笑开，拢会使。嘿，就是爱有才艺，嘛人爱生水。其实讲是水还是缘投，其实嘛无一定，就是你咧迄型爱有迄落。爱观众会看你会介意诶，对啦，因为有诶艺人、有诶明星，其实你看久嘛，讲其实无讲是缘投到倒位去，啊，毋过就是看了有顺眼，啊，伊就唱足久安尼。啊，拍 AV 嘛共款嘛，爱看顺眼。拍 AV 吼，若是你是查甫演员吼，你上第一项代志哦，爱交工腰。无咧交工药啦。哦，免爱头一项代志吼，是会当对着镜头吼，你会当勃起。哦，嘿，这是头一项代志。镜头对咧影，爱搁起来就对啦。对。有诶人可能拢爱食药啊，对无？伫咧台湾食药啊是足正常诶代志，但是伫咧日本吼食药啊是无法袂使诶代志。哦，袂使食药啊？袂使食药啊！因是想讲，你若是一个演员，但是你要食药啊，你是对查某演员无尊重，你是对你诶工课无尊重。啊，袂晓偷食？嘛袂使。伫咧日本是安尼，但是伫咧台湾吼，台湾演员应该拢有在食药啊。啊，但是因是讲，因是为着要拍戏诶时阵较顺。为什么爱讲到食药啊呢？因为这个自用这个案件吼，就是去用落药啊，才会来分卖了个卖干嘛，啊尾啊，即马就失踪啊。其实掠着迄个人时阵，迄个人伊原来有承认，也毋过伊就无要讲自用到底是去互伊等伫倒位啦。吼啊，警察就讲啊，伊较早就是拢是安尼甲人落药啊卖干啊，落药啊即款代志，伫恁即个业界敢是捌发生过吼？伊若落药啊，伊就分袂过去啊！啊，我是要安尼拍戏。无啊，讲其他你有外口咧，无啦，药啊足贵做经纪人迄款。药啊足贵诶啦，无人咧用药啊咧控制演员诶啦。是哦。伊若食甲欠去，古早时代敢诶？我迄当初我可能也袂得做模特儿，我毋知。但是药啊足贵诶啦，咱无下成本啦。啊，除了讲爱看家己诶面相啦，吼，爱看家己诶才艺以外，有啥物建议无？因若要做演艺人员，恁若是无遮诶才艺，无遮诶能力，无要紧，你去上课。有一寡演技班啊、唱歌诶训练班啊，因拢会甲你训练好势以后呢，就替你安排去一寡亲像唱片公司，还是去一寡。剧组去试镜，去评选，啊，这是较正道诶方法。若较偏诶咧？那较偏诶就莫去啊。哦。你是有几条命会当互人安尼？偏诶，因会安怎甲伊创？偏诶，伊就会甲你讲哦，你即马来，你若咧拍，若要翕相，你若爱先翕相啊，但是翕相你也先甲伊摕钱出来。
哦，你爱家己先摕钱来去翕相，翕相以后咧，遮公司才会甲你诶相片咧摕互一寡剧组咧看。但是正道诶来讲，遮拢是公司会替你安排好势。对，咱毋免阁开钱翕即个形象就对啦。你来做工课，你就是要趁钱，你阁要家己摕钱出来，迄叫投资。即个年代是毋知影讲阁有即款手路啦，就是讲我差不多2000年左右高中诶时阵，就捌听过足侪迄落同学吼，因就去接到迄落，迄落时阵个即时通嘛，就接到讲有人就，你是迄个年代就加伊朋友啊。阮迄个年代是 MSN。就差不多啦，差不多。伊就会讲啊，你要来试镜无？啊，伫倒位东区啊，倒位啊去了后，伊就摕一个牛铃，摕啥讲哦，你先试看卖，啊，你讲一句台词，啊，看你的迄落办安怎？哦，啊，你就照讲尾啊，伊就讲好啊，即摆有一方案哦，你要翕几张相片，啊，要翕影片，也是讲要安怎拄安怎，啊，就是有一个介绍偌济钱，啊，尾啊，就搁要签约，啊，伊就甲你的相片甲你的这签好的这个约呢，就是讲要签5档，啊，你就是伊的艺人。啊，伊就会替你找头路啦，接通告啦，安怎拄安怎。啊，毋过你这个相片，你就要开钱甲买。有即款代志？你毋捌听过吼？我毋捌听过，但是我毋知即摆敢阁有2000年的时阵足济呢，阁有迄落树林夜市啊，迄边啊嘛有迄落外口，讲你去，伊就亲像安尼，啊会当录音，啊你就唱歌，啊唱一条，唱了伊个放互你听，啊伊个甲你写调好嘛，啊放互你听，啊听讲啊你感觉啊家己声袂歹，啊伊就问讲啊你要录唱片无？嘿。有即种诶哇！大家拢真正就爱唱歌，爱就要开钱录唱片。啊，我就去唱一届讲，搁去开钱。我想讲，哎哟，我出唱片，搁我甲开钱，迄个哪有迄个代志？应该是你开钱要请我，毋则对。即种方法，像我通拄仔讲诶，无差不多啊。对啊。你就是爱家己开钱，啊，家己来开钱，即出唱片，啊来拍戏。无即种代志啦。嘿啦，经纪人吼，若是经纪人也是经纪公司，若是真正看讲你是一个会当培养的吼，会当训练的一个人才，其实因迄边本地都有预算吼，会开伫你的身躯顶，所以若是有想要红、想要穿的这个少年家吼，就真正莫去互网络一寡这种诈骗的物件骗去啦，对无？对。真欢喜哦，请到 CL 来讲一寡业界这个故事啦吼。啊，后一集咧共款请 CL，要来继续讲一寡以这个甲日本迄边吼咧做生意啦好啦吼，佮伊用即嘛咧用台语咧做导览啊吼，一寡即个故事，咱后一边呢继续请 CL 来甲咱开讲。咱遮呢是语言之声少年人的现义广播电台，咱是受到文化部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补助的 Podcast， 咱后届空中再会，拜拜。这是重大历史嫌疑案件调查办公室，简称疑案办。咱用各种嫌疑案件记录世界历史，记录台湾大小案件。后届咱继续空中相会。